继续来看，云林北港的运动公园有老树倒去，原来是这老树丛着树癌。镇公所邀请到专家来帮老树来做健康检查，都惊这个树癌会伫个运动公园来生团。 北港运动公园一直发生树仔倒落事件，经过初步调查了后，才发现是因为一直落大雨，加上树仔得到血金病，才造成树仔倒落。北港镇公所嘛邀请专家到现场进行会勘。 县府农业处这边也可以提供一些意见给我们。那我们今天也刚好就是跟公所里面的主管大家一起来现场来会勘。 专家表示，北港运动公园因为种树仔密度较悬，血金病会透过树根的接触来感染。北港镇公所嘛讲，会对得着病树仔进行修正，未来嘛尽全力来防止血金病，让民众会当有一个好的运动空间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